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數據按顏色求和，店鋪 A、B 同 C 嘅銷售分別以黃色、綠色同藍色。例如求黃色嘅和，首先選擇相關嘅資料，按 Ctrl 同 F， 按格式係填滿，選擇黃色，按確定，按全部尋找，再按 Ctrl 同 A， 係當中任何一格，右 click， 選擇定義名稱，係名稱打入 Yellow， 按確定，打入等於甚 Yellow， 就會計到相關顏色嘅和，其他顏色做法都係一樣。